近年康城亦都日漸成熟，無論交通定係配套，落樓散步、公園全部一應俱全啦。就算由呢一度去到港島區，都係4個字。Hello， 大家，今日 Donna 同大家睇一間2300尺嘅平層海景大單位，我哋入去望下先。呢個海景加呢個尺度喺香港相對係比較少嘅，環則設計，客廳、餐廳、房同埋露台全部都係海景，冇遮擋嘅海景，就連夜景都唔需要擔心，因為直望過去就係杏花村，萬家燈火再加上星光點綴。一個全海景嘅露台，到底應該擺張觀景梳化好啊，定抑或係休閒茶座好呢？我哋喺評論區傾一傾啦。嚟到廚房嘅位置啦，基本嘅家私電器全部都配備晒俾你。睇開一手樓嘅都知道，喺呢一度我就唔特別介紹啦。Donna 小建議，講真，要空間大就梗係諗西貢啦，日常便利就諗康城，海景 CBD 啟德就幫到你啦。2300尺喺香港係一個咩概念呢？5房5套嘅設計，每一間房都可以望住優美嘅海景啊！主人廁所嘅位置就更加唔使講啦，係對住一個無敵嘅海景浸浴，配埋少少香薰就可以得到一個短暫嘅放鬆時間。睇完晒成間屋啦，想將呢一個海景私有化嘅，就記得揾 Donna 傾一傾，諗諗計仔。今集就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！不凡不迷路，買房找 Donna，我們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感謝關注。